各位手足，如果我今日介紹隻正嘢俾大家，叫重生蘿莉島，齋聽個名係咪覺得好吸引、好刺激先？係咪幻想緊喺充滿陽光與海灘嘅島仔，同班可愛妹豬瘋狂談戀愛呢？如果你真係咁諗，仲滿心歡喜咁上網搵嚟玩，我只能夠講，我真係恭喜你啊！你嘅童年，甚至你嘅下半生，將會蒙上一層無法磨滅嘅陰影。喺當年網絡上邊，有無數天真純潔嘅男士，就係俾蘿莉島呢個充滿欺騙性嘅假名困咗入去。結果啊，搞到性冷感啊，隔夜飯都嘔埋出嚟啊！冇錯，隻 game 嘅真名其實係叫沖繩奴隸島啊！喺 Gal Game 界入面被尊稱為12神器之一，綽號地獄深淵。大佬啊，聽個名就知伏味濃啦。大家需知道，隻 game 入邊係一個妹豬都冇。佢其實係一隻極度重口、主打 SM 同埋凌辱嘅機向拔作啊！入邊全部都係一堆大基基、全身毛嘅大叔同埋 Aniki。口味重到直頭係對異性戀玩家核彈級嘅精神攻擊啊！咁到底呢個地獄深淵係講緊咩故仔呢？玩家飾演嘅主角智樹係一個心理極度變態嘅有錢富二代。表面上啦，佢老豆派佢去沖繩九蓋島嘅無人荒島，話發展地產同度假村。實際上喺主角眼中，呢個與世隔絕、淨係得沙同埋碧海嘅小島，根本就係天然監倉。呢條撲街嘅真正目的係要將呢度變成一個只有猛男奴隸嘅專屬樂園。喺呢個叫天不應、叫地不聞嘅荒島上邊，究竟有幾多獵物等緊我哋主角呢？呢隻 game 又點解會變成咁多男人嘅噩夢呢？我哋即刻去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文化沙漠。文化濕地呢個系列旨在分享我有興嘅鹹 game 或者 Gal game 俾大家。如果想進入賢者時間，歡迎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。Let's go！ 咁既然主角要喺荒島打造佢嘅奴隸樂園，咁到底有啲咩人咁好彩俾佢睇中呢？換轉係一般 Gal game，我哋期待嘅可能係傲嬌雙馬尾啊、溫柔嘅青梅竹馬，或者係高冷嘅御姐。但係沖繩奴隸島入邊等待你嘅獵物，全部都係粗獷、多毛、大漢嘅阿叔，有黑實嘅漁民啦，有成面鬚嘅中年阿叔啦，甚至係外國猛男。遊戲畫面極度硬派，啲肌肉畫到成嚿石咁，仲要成日爆衫，爆乜春啫？對於一心淨係想睇可愛妹豬嘅直男玩家，呢個畫面嘅衝擊力，隔住 mon 都聞到汗臭啊！咁啊，再講下玩法啦。隻 game 嘅核心就係調教，主角將呢班大隻佬 fix 晒地下室之後，就展到佢嘅變態真面目。咁啊，遊戲提供咗一個極度豐富啦，但係喪心病狂嘅道具系統。普通嘅鞭打、滴蠟已經係碎料，入面充斥住大量 SM 人體改造，甚至係突破我嘅道德底線極刑。咁啊，玩家要透過唔同選項、唔同道具，一步一步摧毀呢班阿叔嘅肉體同埋精神，直到佢哋完全屈服為止。過程入邊嘅 CG 圖呢，作為一個身經百戰嘅老司機都頂唔順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：咁重口味嘅 game，點解當年會喺討論區瘋狂流傳噶？原因啊，就係當年有班喪心病狂嘅網民，將沖繩奴隸島嘅遊戲 file 改咗個極具欺騙性嘅名，就係鼎鼎大名嘅重生蘿莉島，仲要周圍放 seed 同埋 link， 話係超正純愛蘿莉 game， 強烈推薦。結果無數天真無邪嘅純情學生哥滿心歡喜 down 咗落嚟，一打開迎面而來嘅係班大叔。從此蘿莉島3隻字成為咗 Gal game 界聞風喪膽嘅都市傳說。經歷過嗰個年代嘅玩家，一聽到重生蘿莉島5隻字，都仲會忍唔住打個冷震。原因係啊，呢個惡作劇太成功啦，成功到將一隻本來係小眾圈子嘅 BL 拔作推向神壇，成為一代人嘅集體創傷。平心而論啦，如果你拋開俾人逼臭嘅憤怒，以一隻 BDSM 嘅遊戲嚟講，佢嘅 CG 調教系統，甚至係聲優配音嘅賣力程度，喺佢嘅界別嚟講，都算係誠意滿滿嘅作品。最後啊，都不厭其煩奉勸各位一句：千祈
千祈唔好因為好奇心 Google 呢隻 game，有時候啊玩下嗰堆最終幻想成人文字 RPG 反而仲安全，起碼唔會俾堆大叔 CG 突襲你對眼啦。好啦，今集文化濕地就同大家重溫咗呢個 Gal Game 界嘅核彈級傳說，唔知熒幕前面嘅你當年有冇成為蘿莉島嘅受害者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分享下你嘅創傷後遺症啊！如果覺得今集太重口，想洗下眼嘅，建議睇埋我哋 channel 另外一個講太空新聞嘅系列，上太空呼吸下新鮮空氣，定下驚先啦。中意呢類型影片嘅，不妨撳個掣訂閱我哋文化沙漠嘅頻道，再打開埋個鐘仔，咁喺我哋下一次出新一集嘅時候，你就會第一時間睇到啦。我哋下一集再一齊發掘更加多嘅文化綠洲啦，拜拜。Leave me alone!